慈悲栽培那前贤者的设班，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就是了愿。那后学呢，今仔日是有接到这个《道德经》的50章哦，《道德经》50章。那50章就是生死章哦，生死章。后学拄啊伫敢若真干啊吼，咱看到一个新闻啊吼，他就说，因为世人啊吼都很就在意这一个耻字啊，所以呢，曹操啊吼他就发明了4个字来代替呀，好，咱刚才啥物死对死的义，刚想会到。叫做大毁你劳，他就是因为忌讳，怕人家忌讳这一个死字，哦，所以的用大毁你劳来代替。啊，不过咱修的人啊，吼，不用忌讳这个，哦，如果忌讳的话，哦，或许给咱的这个生死章，刚这个细节。哦，咱可能超过100届，甲讲这个死，这个爱讲超过100届啊！吼，我嘛无法度一直讲百回你劳，百回你劳，因为话语无法度安尼讲，哦，像生生死死，或许要讲生生百回你劳，百回你劳吗？无可能嘛，哦，还是一样，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哦，所以。咱不用忌讳死，哦，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咱就免烦恼啦，哦。那伫这种内底，伊这个经文啊，哈，就是咱同学念一解，哦，念一解。出生入死，心之道实忧伤；死之道实忧伤。人之心，动之师地，一心忧伤。夫何故？以其生生之福，盖闻善业生者，欲行不顾殊好，敌军不必加兵，树不所斗其甲。好不所测其要，兵不所用其灵，夫何故？以其无输地。伫这种内底，或许会用到八仙哦，用到八仙的一个注解，以及咱或许对这种的一个体会哦，来和咱做一个分享哦，做一个分享啊。第一句出生入死哦，出生入死的家啦哦，其实出生入死啊哦，这是咱只要有生命，只要有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必经的过程。而且互咱看一个影片，这可能足侪人看过。为什么无？一个人生这样就没了。其实咱会感觉讲，咱人生好像还有很长的时间。不过真正想起来足可怕的呢。端午节是不是刚过？中秋节是不是要来了？一年安尼咧过啊，吼，实在是足可怕的。啊，拄
待着我们。啊，因伫边啊，可能随时啊吼，咱一无注意，伊就来找人啊。啊，咱到底定时会互人调转去，咱唔知影。啊，咱做好准备啊未？吼，咱做好准备啊未？吼，那伫遮啊吼，拄则有讲到啊吼，其实咱生命的过程就是一种出生入死，吼。啊，或许拄则有讲到吼，伫八仙的注解里面，它其实它就用这一个月亮，伊用鬼牛啊来逼着咱人，哦，就是以月啦，哦，比喻成我们这个人啦，哦，那我们知道哦，日头啊，伊拢安尼圆圆，哦，伊无有缺的时阵，它没有所谓的盈亏，哦，啊，所以伊的干啊，咱的一个真我，就像我们的自性一样，哦，咱的主性是不生不灭的，咱的主性是阴得得光足足的，哦，伊就敢若这个日头共款，然后月缺，这个月缺就敢若咱这个假我，哦，我们知道哈，月亮本身它不发光，一为牛一袂发光。它是借着这一个太阳的一个照射之后，以反射这一个光啊，因为伊也绕着我们地球啊，环绕着我们地球走，所以伊行到无共款的一个方向，咱去看这个月牛，伊就有无共款的一个形状，哦，所以。咱家看哦，这就是每一个月伊月牛啊吼，伊所呈现的一个样子。哦，咱会当看就是，它由初三开始，慢慢啊吼，它出现这一个眉月，然后到半月，到整个满月，然后搁慢慢啊修，吼，运转到不同方向的时候，然后。上帝啊，都无去，哦，这就是月牛，伊就是敢若咱一个人的一个人生共款哦。月牛敢每一个月的15是上介远的时阵，那咱人嘛是共款，咱人啊吼，为这个红衣啊，安尼慢变幼童。然后呢，16岁变青少年，来变成人，哦，刚40岁的时阵，哦，这是一个巅峰。刚40岁慢慢走下坡，哦，慢慢走下坡，然后之后的无穷的来啊，然后呢，咱这个肉体都无去啊，哦，这人啊，吼，就敢若月牛共款，哦，为这个。细汉甲中年，然后再慢慢走下坡到老年，然后甲咱的肉体失去，哦，所以啊吼，这就敢若一个真我跟假我，哦，真我跟假我的一个过程啊。那咱的生，我们要生啊吼，必须是真我跟假我合做伙。哦，就是讲，咱这个肉体甲主性合做伙，咱才会生哦。一旦呢，咱这个肉体啊吼，甲主性一脱离这个肉体的时阵啊吼，咱就是死。哦，所以呀吼，要生必须是真我跟假我结合的一个过程。哦，就好像月亮它要亮。哦，它要有光，必须是透过太阳的照射，它才会有光哦。赶快哦，伊嘛是要日月结合，我们才有办法看到这一个盈缺哦。
早免轮回不停，伊的一个上解大的原因就是愤欲，愤欲，这就是咱一直伫遐出入生死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咱什么叫做愤？愤其实就是咱讲气愤、愤怒、嗔恨，拢会当讲是愤。那为什么咱会有这个愤？其实就是因为无爱，敢是？咱因为无介意这个人，看这个人袂顺眼，看这件代志袂介，无合我的意啊，所以我们就产生排斥，不喜欢，想要甲杀退，我们会产生这个心，就是因为无爱。这个愤怒呢，就敢若火，就敢若火，所以咱拢应该捌听过，这件代志，互我安怎火大，我看甲火足大的有无？敢有诶，我看甲风火都倒起来，风甲火有无？有火就足严重啊！佮加风嘞，佮愈严重，风火大，所以这个风火一来啊，咱无去甲伊遏制的话，会燎原像这个2020年美国的加州大火伊本来可能一个森林之火，小小的一个火苗再加上这一个风势的助长，结果迄年的一个加州大火烧偌大的一个面积1/3台湾的面积。规家人甲台中全部烧了了，内底有生命无生命的，包括厝啦，包括动物啦，全部拢烧甲烧光光啦。所以事实上这个火很可怕，这个愤怒，咱无去甲伊遏制，也是很可怕我们知道小的愤怒就好像是责备啦、指责啦、抱怨啦，这都是属于愤怒。那大的愤怒呢，会引发这一个杀心、毁灭心比如咱有看过迄家暴的一些新闻迄囡仔是咱上该亲的敢是？毋过咧，就是因为这一个愤怒这个杀心气总爱甲这囡仔杀死、拍死的。每一年新闻都有旧年顶个月嘛是共款拢有这种新闻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个愤怒没有去遏制，所以呢犯了这一个杀心那另外这个欲，啥物是欲？咱会当讲是欲望，咱嘛会当讲是情欲。这个欲为对来，为爱，但是我就是因为爱食、爱水、爱困爱安怎？爱享受所以因为这个爱，我就想要去得到无愿意失去，我就想要甲掠掉的所以由爱生恨这嘛是一种循环有这个
分钟尔，哦，周边的整个城市都淹掉哦，咱嘛是同款呢，咱人啊，咱这个欲望，我们如果不去遏制的话，咱的心心念念拢伫遐想迄件代志尔，得到就好啊，无得到咧，就拄我讲的啦，由爱生恨啊，就想要去毁灭它，所以这个愤跟这一个欲啊，其实真正就是咱踏入生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讲真正，其实不管是愤还是欲，这些拢总是一种感觉，一种金属，它是空的，我们是抓不住的，不过抓不住的东西，咱拢放掉掉，无要放互伊来影响咱的心嘛，照你讲，如果讲咱对神父来讲他没有所谓的一个愤欲，他没有这个东西呀，因为这是空的物件。不过咱凡夫，咱煞要家己抓掉掉，咱境界无到遐，咱无法度家己放掉，咱就爱以其他的方式来遏制，怎么遏制？比如说，咱爱专量，专量。虽然咱拄着委屈，咱拄着无合理的代志，咱拄着互人误会，咱就是爱去甲忍落来。咱就想讲反正一次次的委屈，一次次的一个折磨，这个都是在消我的业，拢利用消我的业当我的业消了，咱的福慧就增长了，好。然后，咱来看或许对这一句会多分析一点因为这句是重点这一句是重点。我们呢要减少这一个爱跟不爱，咱来去降低因为这是一种分别心因为有爱无爱，咱有这种分别心，咱有这种选择，我们就会心生期待，敢是？因为我爱，我就想要得到我爱，我就做爱食，做爱食，所以呢，我就想要去食这个物件。或许你刚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日本的一个大学生中了2亿的彩券，2亿差不多4000多万的一个台币，牡丹开了，拢创因离开世界去食物件，伊食物件食4000多万，全部食了，真可怕4000多万对咱来讲，一世人拢趁紧食了因为伊爱所以他就是想吃，他想得到嘛，如果不爱不爱，这个人我就讨厌，看伊就切，是不是？看到这个人就想要跳，看这个人就倒弹安尼就是还是这项物件我就袂爱食，像或许不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咱一世人拢袂去买迄个物件，讲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排斥不喜欢那咱讲真正的我们有期待我们就会希望期待怎样成真嘛，敢有这好康的代志？我想要第1名，我期待我第1名，我就会当变第1名嘛，有可能的代志我希望我的囝，我希望我的祖囝较乖的，伊也无乖要安怎？咱唔通去欺负
慧雪的女儿啊，她很喜欢吃这个螺蛳粉。啊，咱知影迄螺蛳粉的味道很重很重哦。慧雪这螺蛳粉连拆都没拆，放在橱柜里面啦哦，真可怕。一开起来拢做是螺蛳粉的味啊，咱无听哦。啊，咱这个祖囝一礼拜爱食一摆。啊，咱好学计莫闻到迄个味啊我都袂爱呢，袂爱这个味。咱好学袂爱，我都感觉就臭的，对啦。不至于说因为这个样子啊甲伊讲，你家当莫食，袂讲安尼含伊冤家，无啦。好学就买了那个密封袋我讲你全部食这个以后等伫密封袋内底，当垃圾桶无这个味道真的到隔天都消不掉，非常的可怕他很喜欢吃螺蛳粉后续即马出产啥物人敢知？大了也在吃，那叫啥？榴莲。后续喜欢吃榴莲，可是不是常常吃就是会买来吃啦。我爱食，我是不感觉榴莲就怕的。爱食的人都感觉就怕那样。阮囝我这个查囝他说这很臭很恶心我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都头痛想吐就夸张那个是可是他也没有跟我们说不能吃没有啦就是他也不喜欢这个，我也不喜欢那个。结果呢，我家那个好先生，魏先生的讲你讲你们两个很好笑。你讲你嫌他的螺蛳粉臭，他嫌你的榴莲恶心你讲一间厝得3个人尔，为什么你咱那样会怕？我学听到这句我嘛感觉就爱笑的心无螺蛳粉的味道、榴莲的味道，可以毒死我们吗？非呀，味道就只是味道，那是因为咱的心嘛，咱这粒心生出这个爱，甲无爱的心嘛，所以咱因为无这世件代志其实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爱跟不爱，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期待，产生期待就会产生得到跟推开、避开、排斥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有烦恼，然后呢没有办法就是得到解脱这分别心真可怕的一个所在所以你这个损卦易经损卦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君子要惩分治欲。什么叫做惩分治欲就是说我们要克制我们的这一个愤怒、嗔恨，我们要去抑制我们的这一个欲望所以损卦是教咱啥物？益人损己，益人损咱家己去利益别人，这叫做损卦这叫做损卦。咱学校直接举一个例直接举一个例。或许前年开刀，不是要讲开刀的过程咱这改要讲我扫诊所的过程。什么叫做扫厕所呢？或许就是开完刀一进到这一个病房之后第一件事情，人得底下的血管然后规得或许就是小肠小肠减掉30公分，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手术。可是呢，或许去上厕所的时候，或许就快
然后扫浴室，会当扫的或许拢扫了啦吼，啊，不过呢，这个浴缸或许无法度处理啊，或许呢就跟那个清洁人员讲吼，我讲你敢会当把这个浴缸就是清理一下吼，他就讲说，这浴缸不是我负责的，我讲清洁人员不是整个都是他负责的吗？他说浴缸不是他负责的，他只负责这一个垃圾桶，然后还有负责这一个地板，浴缸不是他负责的。或许说，对吧？或许安排吧，所以或许就住院1个礼拜，可是或许少了3天的厕所，然后洗3天的一个浴室啊，咱会感觉讲，你不是住1礼拜应该爱洗1礼拜吗？为什么要洗3天呢？因为呢，这个就是水管，第4天之后啦，事情就产生变化了，或许嘛无因为讲这个清洁人员，他就说这不是我的工作啦，没有，或许拢还是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还是一样都会跟他就是他们开杠啦，然后就是点头啦，然后伊可能看好汉便所拢家己扫了安尼清清气气，拢毋免安怎清啦。第4天开始啊，伊总爱去清迄个浴缸嘞，就整个啦伊就清甲安尼清清气气啊，或许伊看他清得安尼干干净净啊，或许人来讲你真正够赞的啦，清甲遮尔清气啊我看甲心情拢有够好甲伊学了一个啦清干不清气，讲真正的后壁你4天逐工拢爱清甲安尼清清气气啊相信北京的一个便所，伊囡仔拢无一间清气，这个就是纯啦或许本来人家就跟后学讲，你去甲投诉啊，去甲迄护士讲叫伊甲伊讲叫伊去清啊。可是后学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因为伊讲伊逐工5点外就爱坐车啦，然后安尼转来甲这边病院或许感觉伊嘛足辛苦的，我甲投诉以后伊敢会安尼就是考绩有影响，或许就想说没关系，我得去扫一下便所，扫一下浴室没有关系。可是呢，或许就看起来好像是顺嘛，这不是我的工作啊，不是我的工作。可是呢，因为这个顺的一个反面，或许好像也得意了，酸米，敢是安尼，所以咱唔免想讲因为拢我食对，我拢要去甲偏，不需要安尼我们要多顺己益人，顺己益人，顺的当下，咱感觉讲，敢若是我顺性，包括七情六欲就是这一个欲来讲七情六欲嘛，为什么要治愈？这个治其实就是顺，成也是顺的意思。咱顺七情六欲，感觉好像就是说，我放弃我这个感受，我放弃我这个享乐享乐。可是实际上，我们因为放弃这一个七情六欲，可是呢，导致我们的智慧增长。感是因为咱自是愈清净，咱的智慧就愈明嘛，所以呢，咱爱这个顺观，要学这个顺观，这是第一句来，第2句，心之道，行有三。这个道它就是累、数，就是讲这款的人这款的人，行有三。这十有三呢，有2种解说，一种就是讲十有三的合起来有三个，另外一种就是讲十中有三，10个内底有3个，有这2种
三上面意思，这个破不是魂魄的魄不是我们灵魂魂魄的魄，这个魄是这个鬼牛开始展现出现这一个光芒这一个叫做破，这个很凶。咱家看鬼牛，拄则有讲出山生破，食无乃源。咱家算初三加15几天，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所以初三加15拄好13天所以呢，第八仙的一个注解里面它就是说出山生破到15，所以这个叫做十有三这个叫做心机斗，因为尾牛尾薄加有所以叫做生之徒这是尾牛，我哈拄则有讲到，八仙呢，它都以这个月亮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咱嘛是同款咱家看伫《礼记》内底伊就有讲到，伊讲人生10年曰幼，学20曰弱，冠30曰壮，有事40曰强，而是这上面意思，伊就是讲差不多2到10岁啦这是幼年的时阵，幼年的时候这时候的一个重点咱就是爱开始学来慢慢到20岁弱冠咱以前咱拢会听爱讲的是行冠礼，表示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应该要负起一个成人的一个责任了再来30曰壮，有事30岁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壮年的时候了开始结婚啦然后有家室了。40曰强，而是40岁的时阵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由慢慢成长到40岁，它是一个饱和阳气的一个饱和点然后这一段时间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巅峰时期所以这段时间伊间叫做心机斗这是13的一个解释。来，第2个解释呢，这是咱普遍咱都听到的，就是讲生之徒10有3，就是讲1/3的人会当寿终正寝就是讲伊会当安尼为少年食到老这种人内底10个内底有3个所以叫做生之徒10有3这是2个解释。好，这是生之徒方面了再来死之徒10有3来，咱们就来看尾牛来，尾牛16以后，咱家看，慢慢开始消长，有没有？然后又从圆月，然后慢慢又变成这一个眉月。甲预备的时阵，伊无写出来甲预备的时阵，全部都无去算的拄好，本来是13天好，所以呢，北仙的一个注解伊就是讲月至16亏，至28伤破，故曰10有3这是死之徒因为伊是为末干慢消失去，消失掉了所以叫做伤破必无去所以叫死之徒伫咱人的身上呢，礼
的一个步骤啊。伊慢慢哦，40岁以下、50、60、70啊吼，其实不管是咱的一个身体，咱的一个记忆力哦，都慢慢已经在走下坡了哦，都已经在走下坡了啦哦。所以呢，这边呐哦，叫做使之徒实有三哦。那八仙的一个解释是13哦啊，另外一个解说哦，或许下面这一个解释就是使之徒实中有三哦，就是讲1/3的人呐、是夭折早逝，就是讲伊无法度真正寿终正寝哦，所以是前天是不是发生那个印度他的飞机坠机，死了将近300个人哦，啊后学就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哦，什么照片？就是呢一个医生呐哦，一家5口啊哦，那先生跟老婆差不多应该40几岁啊，3个囡仔哦，个细汉哦啊，就是因为这一个意外，因为这一个共业哦，啊，全部的人啊哦，就是夭折早逝哦，所以其实不管是长寿还是夭折早逝，这拢有伊的一个因缘伫的，拢有伊的一个业力伫的哦啊，这种人内底啦吼，4支图这种人共款嘛有1/3哦啊，咱会想讲，以前的人呐吼，好像夭折早逝的比较多，因为囡仔生济嘛哦啊，所以讲比如讲生8个啦吼，可能有2、3个拢总啊死无奇怪来哦啊，不过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再怎么早产好像都可以救活啊，为什么人也变少呢？哦，啊，堕胎的是不是一大堆？哦，所以赶快啊，伊堕胎来报嘛，哦，伊的性命拢啊袂起来，就互人堕掉，哦，所以这个其实啊，哦，这个数量啊，差不多控制啊，差不多啊，哦，好，已经10之6了哦，来，接下来，人之生，动之始地，亦实有三，哦，这就是讲啊，哦，无应该死，哦，无应该死，啊煞死，哦，就是讲不是自然死去的啦，咱人啊，哦，本来是可以长生的，可是呢，因为这一个动，哦，这个动啊，哦，就是妄动，不应该的，哦，因为咱的一个自性，其实伊是爱清净的，伊是爱安定的，吼，啊，不过咧，咱煞拢爱用这七情六欲，吼，因为这七情六欲，咱的一个七情啦，吼，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吼，六欲呢，就是由我们的眼耳舌鼻身意，然后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吼，然后造成这一个欲望，吼，啊，这个妄动、妄动、七情六欲，这不是咱自性爱的，吼，这嘛不是咱应该有的一个情绪哦，吼，咱应该自孝的，哦，就是咱有记忆以来，我们或许都会有种经验，这种经验嘛，吼，就是讲，如果讲啊，吼，咱真正发脾气，吼，发一次大脾气啊，吼，就生气的啊，吼，咱是不是会感觉讲，吼，哦，我真正是大失元神，应该拢有这种感觉嘛，吼，感觉讲真正是整个元神啊，吼，都受影响，因为这个不是咱主
发咯，吼，所以伊有一种疑问，咱唔知想了遮久，咱有一种疑问咯，为什么我想法我还无安尼啦？哦，伊有一种疑问，结果这个佛陀啊，他就感应到了，他感应到之后啊，他就化作一个沙，然后呢，伊就去找这个 BQ 啊，然后和伊做伙就是修行。然后有一天两个坐伫遐的时阵就看一只龟啊，从河边啊安尼为河里面然后蛇出来一只龟啊，伊蛇出来的时阵啊拄好有一只狐狸，一只狐狸咬几两工啊，巴肚都枵的，一看到这只龟食物来了，随甲合去啊，这龟拄着危险的时阵啊，头尾四肢啊，全部拢揪入去啊，狐狸虽然就想要食的，安尼嘎嘎嘎怎么海龟波啊，就是食袂着，食到气不困，足生气的，食袂着以后，只好放弃啊，那就走了。这只龟呢，看这个狐狸走了之后来个悠哉悠哉，然后头尾四肢伸出来，慢慢就伸去这个河里面，混得伊就甲这个 BQ 讲啊，伊讲你看，咱人都不如这一只乌龟呢，乌龟遇到危险的时候，它知道收它的头尾，知道去收它的一个四肢，来保护它的生命咱人咱拢唔知影乌熊夹顶这拢伫咱的边仔底下咧等咱呢，只要咱一海苔，只要咱一笑容，只要咱一作业，伊就有机会要拍过来咱拢唔知影，咱拢去放纵我们的一个七情六欲，咱拢去放纵我们的一个心念，然后不停的向外去攀援这是代志所危险的，不过咱拢唔知影，就是因为安尼唱用，因为安尼做恶业，所以呢，产生这个烦恼，所以在这4生6
流哦。比如说，咱拄讲汤，咱收鱼收较紧，咱对这个汤，有的人我有讲汤食、汤饭、汤爱、汤财，收鱼较紧，我这个汤减少偌济，称这个无爱、唔爱，讨厌、厌恶的一个心，看人无顺眼，看代志，看啥物拢袂介意的这个心，咱减少偌济。修行甲即马10分，我即马就有几分，吃有面嘛，咱有愈名利无？咱的地位有愈增长无？增长偌济，有名少了偌济，放高心，骄傲的一个心，咱有变谦虚无？变谦虚无？袂自我无？这嘛是共款哦，这个贪嗔痴慢疑，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咱爱清清楚楚的，咱爱对症下药的。阮电传师讲的啦，伊之前讲的，伊讲，你要找锁匙啊，你知影锁匙放伫对啊，你要客是毋是？知影锁匙放伫对客，咱就会当去啊，敢是？如果讲你唔知影你的锁匙放伫对啊，你是不是爱花很多的一个时间去找到那一把钥匙，你才有办法去开门？所以如果说咱的修行没有找到我们的实力，没有办法找到去影响我们自信清净的这一些东西呀，就变成怎样？瞎修炼啊，盲修行啊，我们没有对症下药，那这个实力，这是我们自己无形的成绩单哦，无形的成绩单，这个成绩单是上天你给咱拍成绩的呢，咱家己嘛知影哦，我有讲嘛，10分，我们现在剩几分？这是咱家己拢知影哦。修行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进步？我们的实力有没有找出来啊？还是说我们还是一样随波逐流？不要紧，上班我就来上班，爱做啥我就做啥，唔知影你修行啥物啊？人讲啥我就做啥安尼啊？还是很多道歉会这个样子哦，或许那个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妈妈，伊的妈妈，就是这一个朋友的妈妈，伊是另外咱一管到另外一姨妹，伊迄天啦，我好敢若拜二啊拜3的时阵啊，伊就甲我好奇讲我真正怀疑我妈妈敢是一管到的，你
所以呢，因为这个百体，所以咱不停啦，不断的去向外去追求结果呢，造成啦，就是造成咱断送我这一个慧命。那八仙对这一句的一个批注啦，伊就是讲着讲，人跟月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从天地一气其实这边不关系，唔定咱人啊，唔定这个月牛其实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从天地一气，都是由这一个一，由这一个大所生发出来的因为这个道道伫天叫天理，道伫地叫地理，伫咱人的身躯叫做心理因为这个道，因为这个理，咱才有这个生命存在既然是安尼啦我们都是因道因为这个道理心我们所作所为，咱就爱学道不过我们却会守道咱的身躯，咱的言行，咱的所作所为，咱无按理履行该困的时阵不困，不应该做的代志，咱一定去做像咱讲这个考育像后学的一个朋友，他先生是建筑师，一个注重这个考育，真好人的已经胖胖的，都已经有心血管疾病了是吃迄就是讲很增肥的东西就无法度去克制伊的一个口欲嫁了以后才又去吃那个保健食品，一旦去降这一个高血脂的后开就整几年结果后来40岁心梗就中了为什么？不守道不应该吃的东西还是拼命吃不应该做的代志还是拼命做所以伊的一个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迄个是有形的，所思所想是无形的。咱这无形的，咱的一个念头，咱的一个心量，有下道无？有下咱的自信、良心无？你拢爱去思考如果也无的话啦我们说要长生，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咱都以其生之后，我们就是老子他有讲到，生爱必大费多长必厚亡这两句的一个意思总结就是讲，因为相爱结果这是变成咱的一个累赘这互咱看一个相迄落年初的时阵，南溪那是不是发生大地震？后学都散化了这些后学地膜那是相当密密麻麻的是整个盆栽什么相当密密麻麻，后学那宽着部位后学后学就看到刚刚那一句，后学就想到这一些图片，想到那一件事我唱以后。真正你假真正因为就是爱这多肉植物所以后学的种足济不过安尼一间地当甲雨下去全部摇甲密密麻麻全部，无全部差不摔了2/3后学拄仔自己改开始后学就还是种原来的继续种，后学就不买了，因为后学觉得说这种物件影响我的时间甲我安尼一粒心安尼不条条计卖风台的时阵、地动的时阵，我就爱去烦恼讲我这植物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毕竟我活不掉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生爱必大费，多长必厚你愈爱，你的心
哦，但是爱美的多怕丑，这困得特别有感觉哦。咱家己想看卖啊，一年内底，咱就算过无，咱开偌济钱啊吼，伫咱的身躯顶面，包括头毛甲骹啊，咱开偌济钱伫顶面啊。哦，或许拢真正庆幸诶，庆幸什么？还好后学有修到，后学有来到场修办到，啊无后学有那就车市诶啊。讲真正诶，就是安尼少年诶时阵啊，爱水啊，哦，所以爱买，啊人讲啥物美容哦，听到啥物打扮什么拢去啊，啊即摆100块以后就顺其自然啦，哦，顺其自然，哦，无后学讲真正诶，后学人讲制造这一个经济奇迹，后学都在帮别人制造经济奇迹，可是我都在花钱这样子哦，所以贪生的就会怕死，爱美的就会怕丑，哦。来，哦，这是重点啊，哦，盖闻善摄身者，哦，摄身啊，哦，啥物叫做摄？哦，咱知影摄就是较平调的，较调调的嘛，哦，所以摄就是养护、保护、护持的意思，哦，所以呢，摄身，哦，就是讲咱这个性命，咱爱甲顾调，啊，顾调啊，哦，是顾这个价哦，哦，价嘛爱顾嘛，因为咱这个价好，咱才有法度收道嘛，咱才有法度办道嘛，哦，如果咱这个价无顾的话，咱讲想要出来服务啊，咱想要出来布施啊，咱嘛无法度。毋过基本的就好啦，哦，基本的顾的就好啦，哦，毋通伤奢侈啊，哦，啊，上重要的，咱爱顾这个真的，哦，爱顾这个真的啦，哦，因为唯有咱这个真的，伊是不生不灭的，哦，它是不生不灭，它是永生，它是常住，它是真常，哦。那善摄身者，哦，什么叫做善摄身者啊？哦，就是讲善护念的人啊，就是一个善摄身者。啊，这就倒转去咱拄仔讲的这个啊，哦，善护念拄仔伫这个分别的头前啊，咱的念头啊，哦。咱爱顾咱的念头，毋通互咱的念头出去佚佗、拍拍照，看到啥物就爱啥，吼，听到啥物啊，吼，爱听的就好，无爱听的就起生气，啊，一支喙无要顾，袂顾，哦，讲人的是非，吼，啊，学袂食，无应该食的食，啊，身体拢歹去安尼，吼，眼耳鼻舌身意。哦，啊，可是我们的一个六根啊，哦，会启动，就是因为咱这个念啊，哦，咱这个念无顾啊，哦，咱就会起这个分别啊，啊，就有以下种种，哦，然后导致于我们不得解脱啊，哦，好。所以呢，一个知影讲善摄身的人啊，吼，伊就知影讲要去把持
所在，然后去要找伊嘞，没有这么白目嘛，我们会绝对会避开嘛，哦，然后陆军不备甲兵啦，哦，就是讲，我们因为知道行军布阵，咱知影倒壁危险，咱就甲伊撇，哦，咱因为知影伊的一个知影讲这个点安怎行啦，吼，所以咱知影拍甲伊撇去，咱就袂去遭遇这一个危险啦，哦，然后这边呢，让大家看那个图片，这是啥？我觉得找不到西米，找到了一只河马。这家河马啦，哦，这是南非的一个少象，哦，啊，这家河马呢，细只的时阵啊，吼，伊就甲伊救起来，啊，救起来以后啊，吼，伊吼，甲伊当作是伊的囝去饲啦，哦，然后呢，逐工仔咧甲伊顾啦，吼，啊，甚至帮他刷牙啦，啊，伫伊的身躯溜滑梯啊，哦。甲伊叫啦，吼，甲伊叫，这家河马就会冲过来啦，哦，啊，人家都说这野生动物太危险了，你还注意呀，哦，伊就感觉讲，对啦，我和伊感情足好诶，迄足听我的话啦，袂对我安怎，哦，结果咧，打死，对，就被他咬死，在他把他救起来那个地方就把他咬死，哦。野生动物本来就是存在的一个野性嘛，哦，啊，伊就是有危险啊，人讲啥？明知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啊，就是安尼嘛，哦，就知影危险，然后赶快要去做，啊，就是死啊，就是死啊，哦，不按这个理而行啊，哦，所以说事实上啊，哦，伫咱的一个世界，伫咱的大自然啊，不管是地震、洪灾啦，还是这野生动物啊，哦，咱知影。咱会当跳，咱就跳，吼，咱不要去自找麻烦啦，吼。来，第二个就是讲内省不救，何忧何惧？这个是讲着讲，啊，拄着了要安怎？就是拄着啦，吼，啊，拄着啦，要安怎？内省不救，吼，咱去看，咱去想看卖啊，哦。我的一个行为，我的一个想法，有对不起上天无？有对不起咱的一个自信无？哦，如果我用对起我的一个良心的话啦，吼，我有啥物好烦恼的啦？唔免烦恼，哦，所以啊，吼，这边啊，吼，咱直接讲咱圣老前人，这大家都听过，可是就是合乎这一个例子啊。哦，圣老前人当初他去这一个哈尔滨顶节的时候，哦，然后呢，那个吴老前人嘛，甲伊送啦，哦，甲伊送去坐火车，啊，一边行一边哭就是啊，足甘的啊，感觉讲一个遮尔虔诚的一个老大人啦，吼，为道奉献遮尔济啊，即马煞要去，就是讲去这个哈尔滨，一去就无法度回来啊呢，吼，啊，所以唔甘啊，就开始流目屎啦，吼，啊，毋过呢，咱这个圣老前人就跟他说哦，伊讲啊，吼，你唔通哭啦，吼，我这种了缘的机会，你爱替我欢喜，吼，你不要哭，吼，然后啊，吼，伊讲哦，我甲你讲一句话，你爱记哦条啊，吼，他说啊，吼，修道要生死拉平啊，哦，生死拉平，这上面意思就是不要贪生啊，不要贪生，因为贪生的一个反面就是怕死嘛，啊，所以讲咱唔通因为这个肉体，因为咱这个这个肉体啦，咱去疏忽掉我们这一个自信，无去顾咱这个自信嘛，所以如果能够内省不救，那反省啊，我对不起我的一个良心啊，有啥物好烦恼的呢？来，这句啊，事无所投其脚，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这加一些含顶一个共款，伊
心啊，咱感觉这个肉体，咱有法度拥有，永永远远甲伊拥有嘛，不可能的事嘛，无常一来，随时要掉就掉去啊啦，毋是讲我无爱死就袂死的啦，所以这个身躯毋是我爱的，这身躯毋是我爱，我亦忘我啊，此心自若，何敏文老前人，那怎样何敏文老前人一样，当初他在四川呐，共产党要来抓嘛，然后要抓这一光道，他就跟其他的这一些道亲讲你们所有的人你拢走，我老了因为伊讲伊要顶劫他要顶劫啊。那所有的道亲都走了之后共产党就来了，来以后那一个书记就直接甲伊讲伊讲何先生，你哪会无要走？你明知影讲我一来你是无法度活命的你为什么不走呢？结果这何敏文老前人他就讲了伊讲我修道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障碍。伊讲他这个障碍就是他这一个肉身，就是伊这个肉体。伊讲我今仔日要照着恁甲我这个障碍除去因为伊知影讲真正要顾的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一个自信嘛，这个肉体是假的嘛，所以有需要的时阵，应该爱甲去掉的时阵，伊去做顶业，所以被抓去要枪毙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自若嘞，伊无任何的惊听嘞，咱也知影看过啦，人家就是要对他开枪的时候，对徛伫后壁，伊甲伊讲，安尼伤袂准麻烦啦浪费子弹，你来头前，徛伫头前的时阵，佫嫌伤远啦，伊讲，迄枪就把它拿着顶着他自己的心脏，我的心脏伫遮哩伤的，一枪就毙命了啦，不要浪费子弹，边仔迄个兵拢惊着他有这款人，怎么视死如生那他要死的时候，就是被枪毙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杀得了何敏文，但你杀不了我。”这个我就是自信嘛。我这个肉体无去过我这个自信，我先不变的伊佫伫的我即马我只是要转去回乡念母而已所以他非常的自若，他没有任何的一个恐惧这个是修道人的志节这嘛是咱要学的咱即马咱对这个身我们的贪求还有多少？咱会做惊死袂？拄着的时阵，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念头？咱修行必须啥？就是修这个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好，所以呢，事实上人本来就是没有生死的啦，生死就是一气的聚散，自心脱去就是死，自心倒入来就是心，就是安尼尔啦，所以呢，这个或许听一个道歌，还是安尼就好，咱或许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飞起。